啊，我係范老師啊。呢本圖書係叫做劍擊成就了我奧運冠軍張家朗。張家朗係香港歷來攞第2個奧運獎牌嘅運動員。呢本圖書我睇咗2次，特別深刻嘅地方係乜嘢呢？就係年輕人去追求自己嘅夢想，原來係絕對唔容易嘅。好似佢咁能夠攞到奧運冠軍，原來係要經過一番嘅歷程嘅。呢個歷程都幾值得我哋了解嘅喎。一開始，不如我哋先睇下小4嘅時候嘅張家朗係咁嘅。34頁，第一次攞冠軍。然後跟住我哋又嘗試睇第30頁。咦？呢個就係攞奧運冠軍嘅時候嘅張家朗，2021年。喺佢呢一段由細個一直至到佢攞奧運冠軍，成個歷程並唔短嘅。究竟經過咗啲乜嘢事情呢？我哋一齊睇下先。有一次，佢同媽媽講：媽媽、爸爸，我要做全職運動員。當時係佢幾大呢？佢係中4嘅時候。當時呢一個張家朗，佢每日嘅情景係返學嘅情況係咁嘅。朝頭早一早7點鐘前起身，跟住返學。佢係喺呢一個香港島住嘅，跟住返學要去到沙田呢一個咧，前後都要一段好長嘅時間。跟住好啦，晏晝放學啦，佢係立刻咧就去到呢一個沙田體院去受訓練，係大概訓練到夜晚9點，然後跟住就即刻趕返屋企啦。返到屋企已經10點鐘啦，係夜晚10點，立刻做功課，做到12點。然後跟住第2日亦都係重複頭先所講嘅情況，每日如是。咁後來有一次，佢就同媽媽講、爸爸講：爸爸媽媽，我要停學啦。嗱，佢爸爸媽媽咧本身2位都係籃球嘅高手嚟嘅，代表過香港。佢哋細個嘅時候好希望張家朗成為一個籃球高手，但係唔好意思，張家朗後來一次嘅因緣際會，佢由中意籃球轉移去做學劍擊。究竟個事情係點樣呢？呢度當然會同你講呢一個事情啦。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爸爸媽媽係極之反對佢放棄學業啦，然後去做全職運動員嘅，反對咗好耐。但係後來究竟點解佢最終願意放手俾張家朗去做全職運動員呢？如果你想知道嘅，喺呢一個65頁打後就有講嘅啦。咁你就會知道究竟過程係點樣，而最關鍵嘅一點係乜嘢嘢。好啦，接住我哋想再睇嘅。咦，你望一望張家朗，好傷心啊！呢個傷心係因為喺2018年至到2022年，佢嘅世界排名已經係跌出咗呢一個咧前16名。佢而且喺2021年呢個東京奧運前夕當時3月喺多哈有一個大獎賽，佢連16名都入唔到。喺呢個時候，佢好懷疑自己，但係後來最終佢突破到。點解佢可以突破到呢？原來係有原因嘅，而呢個原因喺呢度係一一交代。呢個關鍵點係非常之重要。所有運動員如果能夠通過到呢一個考驗，就基本上係容易得多噶啦。咁究竟係咩呢？大家打開嚟睇就會揾到答案嘅。喺86頁。你會睇到張家朗喺呢一個東京奧運由32強，佢係首戰，點樣一路去到89頁，佢點樣
喺決賽裏邊贏咗。成個過程佢分為6個階段，呢6個階段佢嘅心路歷程係點樣？我覺得好值得我哋參考。再嚟到啦，第109頁啊！呢句説話話運動非只為獎牌，邊個講嘅呢？係張家朗其中一個恩師，係由法國過嚟嘅嚇，法國人嚟嘅佢嘅教練所講嘅，唔係嘛？打比賽唔係為咗獎牌，為咗乜嘢呢？究竟為咗乜嘢？點樣？佢話非只為獎牌，究竟成個我哋做運動員可以點樣可以有一個既為獎牌又既為自己嘅成長都可以係都圓滿嘅一個過程，係應該點嘅呢？以下136頁話翻俾大家聽，香港嘅奧運嘅選手隊喺呢度特別係講緊嘅劍擊隊，佢點樣進軍世界級嘅隊伍呢？並不容易，但係亦可以話竅門只有幾點嘅啫。咁我哋可以喺度揾到嘅竅門。再而我哋再睇一樣啦，就係中意呢個劍擊嘅，或者對劍擊有興趣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劍擊咧就唔係淨係咧係鬥力嘅，亦都唔係鬥快嘅，亦都唔係鬥高嘅，係鬥咩咧？原來仲有一啲嘢咧，大家要理解嘅。呢度有劍擊嘅學堂，關於裝備賽制同埋規例。我哋又通過呢度，唔單止知道張家朗嘅成就自己冠軍嘅成個人生歷程，同時亦都認識埋劍擊啦。好，八卦下先，八卦乜嘢呢？八卦97頁，張家朗屋企嘅一啲寵兒咯，有4隻貓，一隻呢一個咧係雪雕。邊隻貓係佢最中意噶？係呢隻咯，丁丁咯。好啦，再睇一個，佢仲有啲乜嘢私隱我哋可以挖出嚟？挖出嚟呢一個大家放心吓，都唔係唔可以公開嘅，完全可以公開嘅。就喺97頁你可以睇到嘅，佢中意啲咩食物啦？佢中意乜嘢明星啦？佢點解係個貓奴啦？佢身上嘅紋身紋咗啲乜嘢啦？一本能夠俾我哋去睇到運動員一路攀上高峰，佢要經過好長嘅樓梯，而呢個樓梯嘅過程裏邊有幾個關鍵點，佢要呢一個突破嘅。你下次睇其他運動員嘅傳記，你就睇下呢幾個關鍵點喺其他運動員裏面係咪同樣發生呢？一本好勵志嘅圖書傳記，係我哋好多同學嘅摯愛，張家朗呢本嘅傳記，我相信好多同學都想睇嘅，快啲拎嚟睇啦！多謝。